各位高僧、护法居士及信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赵苏南达，我将来宣读库巴温仲师父手书在缅甸蒙甲山洞修行中，以2021年2月26日所写，由泰国真高明翻译如下：佛历2564年，缅甸蒙甲山洞，我库巴师父慈悲一切众生，告知所有弟子及信众，库巴师父一切安好，身心健康，修行佛法也在不断精进中。之前未曾见过的也得见了，之前的疑惑，今日则真明白了，一切如是法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离死亡也越来越近。修持佛法至今日，只是为了慈悲众生，修持无数的福报，只为引领众生跨越苦海，解析苦集灭道，是唯一能通往涅槃极乐的道路。我有心慈悲鬼、人、动物，无可比喻，无可量计，特此来到缅甸蒙甲山洞里独自修行，只为参透佛法，给弟子们做引领和教导，望弟子们能与佛法同在，带领自己及亲人脱离苦海，直至涅槃。我时时保持正念，打坐入定，观之息，遵从佛的教诲，参悟身、受、心、法，能使我平静安逸，远离一切苦厄及烦恼。参透身、受、心、法，是佛法的良药，能够让我们远离烦恼。若是人想要脱离苦海轮回，就必须以此为根本修行，不忘解析生、老、病、死的无常，时时持有正念观之息。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必须要呼吸，没有呼吸就死了。无论是行、住、坐、卧，还是工作中，都必须保持正念，时时解析相、名、身之无常现象，并不可得，都只是短暂的产生，短暂的停留，最后瞬间的灭亡，只是大自然在运转，时时解析认清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从出生后只能等待死亡的到来而已，事事都没有绝对。以此方向修行下去，方可成就涅槃极乐。世间唯有佛法最为尊贵，可承载众生跨越苦海，真实不虚。我们若谨遵佛的教诲，参悟得道，就能远离烦恼，离苦得乐，清净修行，直至涅槃。时间如水流一般快速地流着中，我们越来越接近死亡。别让时光白白浪费掉，让我们赶紧积累福报，为修持佛法入得涅槃做之良。
不懂得修持佛法的人如瞎了眼，只会给自己找来无尽烦恼和痛苦。修行就为了断除欲望、无知和无明，时时都持有戒、定、慧为出发点，不断积累福报，在我们有生之年远离一切恶，让心保持清净，让佛法成为唯一的依靠，直至涅槃。我库巴温准师父来缅甸蒙觉山洞闭关修行，身体健康安逸，独自修行，也不忘加持回向众生，佛法欢喜。解析见到大自然，从山洞、动物、昆虫、小鸟、老鼠、乌鸦等等也来跟我一起修行，一切佛法安排，我也慈悲分享他们食物和水，照顾他们如自己亲人一般。我在此祈愿，愿大家身心健康，佛法庇佑，心想事成，亲近佛法，直至涅槃极乐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萨埵萨埵萨埵。